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来关心武汉肺炎上新的消息。这是这2天新闻拢有报道的日本船长公主号，这只游轮因为捌载过确定病例，进前就讲有20个人互划着。即马上新的消息是，今日早起，佫确定有另外41个人嘛去划着啊。船长公主号伫1月20捌载着一个80岁的香港人，这个阿公伫1月31确定去划着武汉肺炎，结果船顶3700多人，2月初5确定有10个人去划着，昨昏又佫检验出有10个人确定，今日早起上新的消息佫传出有41个人嘛去划着，所以日本即马确定的病例一困头佫加41例，日本即马拢总有80例。镜头转来，咱国内昨昏嘛新增加5例武汉肺炎确定病例，有3例是昨暗逼出来的。这是一对去意大利佚佗的翁仔某，伊对香港转机转来台湾就去划着啊。另外一个是带下港的女性，伊是去澳门佚佗，嘛去划着病毒。加上昨昏早起有2例，昨昏拢总增加5例。目前咱台湾确定的病例有16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初日暗公布新增加3件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其中2位是北部一对翁某，可能是伫香港转机意大利的时阵感染。所以经过我们的研判，那在台湾有接触感染的可能性非常低。那接下来在过境的地方，因为时间相对的短，而且空间比较大，所以最可能的是从这样的一个从香港的过境到他的目的地。里面时间非常长，大概12个小时，空间密闭，那相对里面我们的陆客相对的多，所以我们研判是在这个飞机上密闭的空间，感染的可能性最高。3个新个案有2位是50几岁翁某，1月2日自香港转机要去意大利，翁婿伫1月2日会扫，2月初1自香港返来台湾了去看医生，迄当阵诊断是感冒，不过一直拢无好，初时过去看医生，最后诊断是武汉肺炎。伊的牵手伫1月2日时阵开始扫，不过入境时阵无发烧，2月初3看医生，诊断是感冒，不过因翁已经通报，所以这阵采检，最后2个人拢确诊是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第3例是一位南部40几岁女性，伊去澳门耍，2月初1出现症头，初3到初5去看医生了确诊。在飞机上就有入境台湾，他就是我们的一个确诊病例的接触者。那当然在医疗上面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会透过相关的这些舱单等等的，去把它找出来。伫初6下昼公布的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武汉肺炎病例，是北部40几岁男性甲20几岁女性，2个人拢有武汉旅游史。目前国内确诊病例数总共16人，一位是在武汉工作，一位是常住在武汉，所以可见的在武汉的状况实在是非常的严重。捌伫咧贵人港停挂的船长公主号邮轮，又个新增加病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初6中昼宣布，自即马开始禁止国际邮轮停挂咱国港口。不过，一台离境邮轮的保平签号，船顶有1709位台湾旅客，本来是8月到4点要返来贵人港，虽受到影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因为是既定的行程，会互个人进化，不过会定船做发烧的体检，然后确诊的个案，归船的人要伫船顶隔离14天。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目前全世界病例超过3万例，欧北伫昨昏是加69个人过往。目前全世界死亡的人数有637个，其中嘛包括上早验出武汉肺炎医生李文亮，伊是为着武汉肺炎过身，伊只有34岁。倒伫咧病床到丧事，就是首先公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之一。欧北武汉病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中国媒体引述武汉卫健委的公告，李文亮伫今仔透早2点58分过身。伊伫去年12月30点微信公布武汉肺炎的疫情，要互院方约谈，也佫互公安警告，逼迫签愤慨书，承认伫咧网络顶发布不实的言论。伊伫1月也受感染确诊，伊的爸母也被感染送病治疗。李文亮今仔透早过身，享年34岁。对此，世卫组织发文，侮辱李文亮为疫情所做的贡献。虽然最高中国确诊病例数下降，不过昨日记者会又按提醒，这嘛也毋是疫情的高峰期。会中世卫官员又按甲台湾列做中国的一省。
There has been that constant increase in cases in Hubei province, but we haven't seen that same acceleration in provinces outside Hubei, and equally we haven't seen that acceleration in Hong Kong and Macau, in Taiwanese people either. So I think again we're seeing a relatively stable situation outside Wuhan, Hubei. 根据欧巴卫健委通报，除了新增加69死，全世界目前死亡人数637人，确诊病例数超过3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因为咱去武汉在台商转来包机，回林机顶有确诊的病例。行政院长苏贞昌就骂讲，代志哪会无假呢？嘛讲后摆包机的代志，爱政府对政府来做才会使。那中国国台办暂时发出新闻稿，批评台湾甲一件好代志摕来做政治操作。武汉台商包机转来台湾，伫机顶所有确诊的案例。甚至名单是伫咧起飞前1点钟才提供予咱国政府顶进行，引起议论。行政院长苏贞昌虽然伫咧行政议会批评几件代志完全走正，不准国发生，也要求所有来任何的包机爱绿色优先、检疫优先，做到上飞机进前的检验，应该事先提供名单予台湾确认，而且以后包机的安排就要政府对政府参详。针对在昨天因为武汉肺炎台商包机回台所发生过的缺失，院长在今天非常严厉的表示，整起事件完全走样，下不为例。陆委会强调，所有来武汉台商包机或者是其他固定的台商包机的名单一定要伫咧起飞进前一天提供。针对行政院长苏贞昌的要求，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伫昨暗时发新闻稿。批评台湾甲好代志变做倒来政治操作。新闻稿内面讲，一直到初六早起8点，有979位台胞申请协助返乡。中国东方航空向台湾的民航机构提出，初六、初七分别2班，初八1班，希望赶紧满足台胞返乡的需求，也搁予台湾方面照顾拖延。马晓光也对台湾讲，使用能量有限，一个返乡名单需要有优先顺序的讲法。批评台湾的态度甲做法，互人心寒。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球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确定的病例上新的统计，目前中国有31195例，有637个人死亡，其中香港确定的病例有24例。那中国以外所在，台湾有16例，南韩23例，日本是因为这个邮轮的关系，即马有86例，越南有12例，泰国是25例，新加坡30例，马来西亚是14例。那南半球的澳洲有15例，另外伫咧亚洲的印度3例，菲律宾3例，伫咧西洋的国家，美国是12例，法国6例。加拿大有5例，德国有13例。虽然咱台湾即马确定的病例有16例，也毋过嘛是有好消息。好消息是讲，咱国内头一个即个为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已经恢复健康，而且嘛出院。伊是亲手车批感谢卫福部长陈时中，也佫有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之前第一例确诊的武汉肺炎个案恢复情形正好，已经解除隔离出院，所来只要居家自主管理，定期回诊。出院，我们大概除了我们的双阴粪便的裁剪都是阴性之外，我们特别也开了一个专家会诊，那我们会全程护送他回家。患者也写一张感谢批予卫福部长陈时中加第一线防疫人员，另外也用录音讲家己的状况。看到陈部长落泪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感动。之外，我觉得所有的防疫团队真的很了不起。你看，就为了那一台飞机上的几个人，他要出动多少的人力？之前美国专家发现，治疗伊波拉病毒的药法瑞德西韦，用来治疗武汉肺炎的患者效果袂歹，有机会变做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药法。也毋过，即马传讲中国抢伫咧顶个月，甲美国的药厂摕到药品的专利。对此，指挥官陈时中强调，任何的新药是毋是有效，拢要经过相关的验证。也毋过，咱已经甲美国药厂讲好，会保留一部分予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大家乡亲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目前人伫美国的华府访问的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又去北京的国安会，甲美国的官员讲点外情，创下台美断交以来咱国家上高层去拜会北京国安会的纪录。伊嘛参加一年一摆的全美国的祈祷早餐会，美国总统川人毛到位，也不两个人并无安排有活动。来看《苹果日报》，全球武汉肺炎疫情继续炭烧，昨咱台湾各加5个确定的病例，也不过嘛是有好消息，就是头道报台湾头一个患者伊已经出院啊，伊嘛讲生活伫咱台湾有影真幸福。来看自由时报，南韩的广州病院有一对母仔囝，因为去探病去患着武汉肺炎，为着避免疫情扩大，即马病院是宣布讲要封院。病院内底即马有121个医护人员甲患者，即马拢全部隔离。来关心翠安，按昨昏开始，乡亲会使摕健保卡去路卡去西药房，甲健保有合作的药局买翠安，2袋是10块钱。啊，若今日拜5换身份证号码，这买数是徛好人会使去买。昨昏头一天有的所在嘛是真侪人伫买，所以嘛有警察出动去斗3工。早起未到8点，就有民众走来社区药局排队等待买翠安。无到9点，排队的人已经到后一个巷仔口，佮出动警察斗3工维持。排到第一个民众是真欢喜。7点50啊，今天会买到不可啊，不然没有得用啊。因为以前去超商都没买到啊，所以今天就超商是他们24小时嘛，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翠安是明济内卖初6开始实行，民众敢若需要摕健保卡，到全国6500多间健保特约药局地当买医疗翠安，每一张健保卡会当用10块买2个翠安，而且7天以内袂当重复。身份证号码想要买日子是相的人，是每礼拜拜2、拜4、拜6会当买，起来是拜1、拜3甲拜5，礼拜日是全部人拢会当买。囡仔翠安是限制12岁以下，每一个人上济会当摕一个亲友来买。台北市有689家的一个健保特约药局，那以成人口罩每个区域是每个药局是200份，那儿童口罩是50份的一个算法的话，那至少成人口罩是13万份。开始卖翠安了后，虽然民众健保卡通过读卡机的速度有较慢，不过买流程算顺利。那我们登录说，你拿了2片，那你什么时候拿，在哪个药局拿？这个部分的话呢，大概通常是12秒钟到15秒钟，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作业了。健保署强调讲，有部分药局因为毋是使用电脑 IE 系统，造成就线甲验证的困难，已经随解决，平均每一个人15秒至20秒就会当完成。另外，因为翠安开始卖头一天，民众去健保署官方网站查药局库存的状况，因为一困头每分钟都有18000外人来查，造成网络速度变慢。中华电信已经斗3工，甲频宽的速度提悬，目前流量无问题。若是初6下晡5点为止，全台湾的翠安总共卖出1349000外个。记者综合报道。买翠安爱徛名，健保署即马有设网站，乡亲会使先伫咧网络顶头查看卖，看倒一间西药房，也有翠安才去买，唔免加走一抓个买无。像健保署的网站，网页一直伫咧整理，用手机查全国药房的所在地价翠安的库存量。伫咧 APP 健保快药通，抑个赖顶头的习惯甲群组，共款无法度入去。这是初6早起9点半，翠安生命在实施了的实际情形。台南药房的连线故障，然后开始背时间。你们先看一下你们的健保晚上9点，12岁以下的。高雄材料卫生所也团队系统故障，拖到10点才开始背。因过卫生所讲，迄是开始背认证的状况，9点了后就拢恢复正常。就是开始服务的时间有稍微延迟了一点点，大概9点左右就正式上线了。另外，嘉义县因为环路、东石、六甲、阿里山乡4个乡镇，拢只干一间健保药房，民众要买翠安真无方便，而且抑个算配额。像环路乡这间唯一的健保药房，大家拢一早起就来排，也是有人无买到。口罩它的征用的数量多的话，我希望政府可以给民众的数量更多了，让民众他真的可以购买得到了。今日微博有15000人口的台中石冈区。全区唯一伫咧卖翠安的药房，一早起就排甲路长，有人透早6点就来等。
9点的时阵，药房要连健保署一直拢连袂起哩。健保药局只有我们一家，那现在政府的配销的那个口罩的话，每一家健保药局都一样。健保署的可能有一个窄门，所以大家都会久等一点。伫咧中中岛的部分，健保署中区业务组讲，平均民众健保卡的购资确认只敢若开15到20秒，一切拢正顺势。政府推出催暗实名制，排队的所在自超商换到药房。虽然有可能会拄到连线无稳定的情形，严格至少每一个人拢买会到。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有一撮锋面会快速通过咱台湾，而且嘛有大陆冷气团的入南，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伫台湾的北部、东半部、金门、马祖有局部地降雨，若中南部的山区嘛有可能会落雨，其他所在平湖拢是多云到好天。若明仔载是元宵，北部、东半部同款是会落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温度的方面，因为方面的关系，加上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北台湾是反寒，北部低温大约只有13度。中南部、东部低温是16度到18度，你是北部的高温嘛只有18度尔，东部是23度，中南部的高温有较悬淡薄啊，是26度到29度。气象局讲，礼拜日是这波冷气团影响上介强的时，所以低温只剩12度。若后礼拜一冷气团就会减弱啊，所以后礼拜一的温度会豆回升。来关心日本的邮轮船石公主号顶头旅客，即马已经有61个人确定去挖着武汉肺炎，其中有一个是咱台湾人。若日本政府即马是真无用，因除了爱顾船顶的旅客，要求因爱伫咧船顶隔离14天。伫昨暗，日本嘛阁派出第4台的专机飞去中国，要甲日本人接转去。船石公主号邮轮停伫港边补充物资，嘛甲新的10名病人送病院治疗。邮轮3000多名乘客甲船员，其中一个病人是台湾籍的60多岁女性游客。71名分の検査のうち10名の方から陽性反応が確認をされております。本日これらの方々にはこれから下船をしていただき、神奈川県内の医療機関へ搬送をいたします。邮轮捌伫22号停伫卡古西马，船顶有40名乘客，捌甲感染肺炎的香港游客选择了同款的行程坐巴士观光，其中2个人已经伫5号确定感染送病院。日本政府除了继续检验，嘛要求船顶3000多人至少爱隔离14天到1个月的19号。另外对共房间的乘客，其中1个人确定挖着了后，其他也未出现病症的乘客，嘛另外进行隔离，看状况做第2届的追踪检验。若是慢性病人需要药啊，嘛会尽量调配物资分互因。多くのお客様から普段服用されているお薬に関してご相談を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つきまして医薬品の追加の依頼書こちらをお送りいたします。無料で手配ができるよう調整をしてまいります。这个日本国内患者已经超过40人，日本政府依然决定要伫6号暗时派出第4班铁桥班机去中国，据讲会接到转去200名日本人，包机转去的人嘛进行12天半的隔离。只是暂时日本已经出现欠喙暗的状况，有无良心的民众抢买了后，以一个喙暗差不多台票30块到300多块，原本计销10倍以上的卖价，专卖喙暗大赚乌生财。记者陈世彤报道。游览船顶头标出济患者，虽然政府昨嘛宣布讲，对昨开始禁止邮轮停靠咱台湾。若港务公司是统计讲，若准这项措施日头做到规定到3月底，安尼咱台湾大约会减少14万人次的邮轮观光客。工作人员穿规身躯的装备，伫邮轮旅客出入境的基隆港大楼进行全面消毒。因为捌伫咧1月31靠港台湾的公主号邮轮，拜6礼拜佫新增加10个确诊病例。基隆港防疫升级，加强消毒作业。毋过为着避免邮轮变做防疫漏沟的部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中昼宣布停止国际邮轮靠港台湾港口。邮轮这一个部分的停航，如果停靠，如果是有旅行社的这样的一个损失，这部分我们会再跟旅行社这边来做一个了解。原则上会先请依照这个相关的旅
旅游定型化契约来做处理。根据港务公司统计，今年规年原本电工要靠港台湾的邮轮有655只，预计带106万的游客来。若是疫情影响到3月底来说，拄2月初6到3月31的邮轮航班会有112只起航取消。估计今年邮轮的旅次上无会降低到543只。初步估计，基隆港会减13万人次的旅客，高雄港会减1万多人，花莲港是减2200人。原先2月13号临时要转靠花莲港的邮轮，太平洋维纳斯，还有3月31的哥斯达新浪漫号这2艘邮轮都是取消，不会进来。那我们就配合政府一起做好防疫的工作。根据了解，邮轮靠港占港务公司收益的比例无悬，受到冲击的也是邮轮公司，还有代理的旅行业者。业者是表示，目前还佫伫咧了解禁止靠港的相关消息，还有作业有路的所在。感谢有补偿机制，爱等待相关单位讨论。目前有1只内线邮轮的补平成号，等在日本 Okinawa， 准定有1709个台湾旅客，原本定伫咧拜五下晡4点登来基隆，会受到邮轮靠港禁令的影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因为是原本定好的行程，会予台湾人上发，毋过爱加强检疫，而且居家检疫14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意大利北部，伫当地时间星期6透早发生高铁摆尾意外，目前知影造成2个人死亡，其中有1个是高铁的司机。高铁的列车摆尾，弄到边仔的货运列车也有建筑物，这事故造成2个人死亡，30个人受伤，嘛造成米兰甲波隆纳之间的交通断去啊。意大利即马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来关心武汉疫情的滚价，这维珍的澳洲航空已经宣布讲，对3月初开始，因决定要退出香港的航线，因决定无爱飞香港啊。另外，即马伫咧南韩、北韩、美国也有新加坡，嘛拢有出现武汉肺炎新的病例。来看武汉肺炎伫香港的疫情，香港人即马嘛烧钱买喙安，因为香港佫加一个确定的病例，是一个感染者喂互伊的牵手。那香港目前确定的病例有22例，1个人死亡。大家拢讲武汉肺炎甲打压袂落来，也毋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对外讲，中国的疫情管控已经有做出效果。大家钱归堆，烧得像卫生纸等等的民生用品。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伫拖，有网络风声讲，中国部分的厂房无法度开工，可能会去影響到物資供應。香港發生搶物資嘅狀況，包括係外國嚟嘅，包括係喺中國嚟嘅，貨源係絕對充裕嘅。過年嘅時間呢，基本上呢運輸方面呢係有休息咗幾日，導致有個真空期。聽到話可能會封關喎，咁結果呢就啲人就變咗買10包8包，導致到供應呢係唔能夠即時去補充。香港政府嘛出來強調，講物資供應無問題，部分產品需求提懸，會甲供應商保持聯絡。曾經在過。目在過武漢肺炎確診患者，所以去予高雄拒絕停靠的星目郵輪世界8號提早登去香港，毋過船頂3600多人，還佫等待檢疫結果出來了後，才會當落船。若是香港的1號罷工行動進入第4天，繼續要求相關單位回應訴求，包括全面封關，還有提供高價防護裝備和前線人員。根據醫管局的統計，已經有超過5100個人欠勤，工會是講有7000人參加罷工。因為我哋都要繼續同醫管局進行磋商，要確保員工係可以喺安全環境之下工作。醫管局嘛聯絡相關員工組織，初六下晡5點進行對話，毋過到初六下晡，香港佫新增加一個確診的個案，是55歲女性。第22宗啦，咁佢就係55歲嘅一個女士啦，咁其實佢就係21宗嘅太太嚟嘅。是伫咧疫情發生了後，去用質疑美起來真濟講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伫咧1月28了後，初5頭一屆公開出面，伫咧北京人民大會堂來見甘博濟總理，而且講到疫情嘅狀況。中國政府和人民正在全力的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柬埔寨政府和人民是同中國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的。目前中國境內武漢肺炎超過28000個確診，560個人死亡。習近平是強調講，會對疫情控制部分採取上徹底、上嚴格的措施，嘛批評部分的國家採取極端限制措施，嘛雖然講比疫情更加恐怖的是驚嚇。記者綜合報道。
美国伫今年要举行总统大选，那美国民主党内的总统提名初选即马正在进行，有几个参选人拢是现任的参议员，这人是赶紧要登去华府参加单协总统川普议案的投票，也毋过伫咧参议院是共和党占赢占多数，所以落尾两项单协案拢无过。 2/3 of the senators present not having found him guilty of the charges contained therein, it is therefore ordered and adjudged that the said Donald John Trump be, and he is hereby, acquitted of the charges in said articles. 但迄案无成立，民主党镇压这边真生气，严格讲到话也是真无认输。We sought the truth. We did everything we could to get the truth. The American people believed that and knew we were fighting for the truth. 共和党镇压这边是心情真好，认为对手政党犯严重的错误。They thought this was a great idea, and at least for the short term, it has been a colossal political mistake. 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自一开始无啥怀疑，到尾也是尽全力推动单协案。共和党镇压认为佩洛西知影单协案最后也是未成功。 严过美联社分析讲，民主党内激进的左派势力声势真大，佩洛西是互人拖落水。 The reality is, once you have done this once, it's very unlikely that you're going to do it again. Certainly not before the election. If Democrats now want to see Trump out of office, they have to do it at the ballot box in November. 严过根据盖洛普公司伫咧1月19到26，也就是单协案伫咧进行期间的民调显示，认可川普政绩的比例从任内升悬到49%。 另外，认为川普应该比单协的占46%，反对单协案的是52%。若是政党的整体形象，对共和党有好感的比例伫咧51%，高过讨厌共和党的46%。盖洛普的分析认为，美军成功刺杀伊朗总统苏莱曼尼，对川普政府是大加分，而对乎美国经济信心也是20年来的新高，这寡拢有利共和党的选情。 当然，离投票日还有8个外加，选情要安怎变化，还个真歹讲。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耶路撒冷有一区内底有真侪夜店、pub 甲餐厅，不过伫咧初六半暝啊，是发生汽车去弄阿兵哥的事件，造成14个人受伤。官方即马讲，这有可能是恐怖攻击，所以即马正在调查。 代志发生伫咧耶路撒冷第一车站附近，酒吧正侪大会萎靡之归。透早2点外，有人开车用正紧的速度冲撞一阵军人，造成12名阿兵哥甲2个民众受伤，尾伊就逃走。以色列安全部队做大规模的搜查，已经找到被弹掉的车，也过驾驶无看的人。军方表示，被攻击的士兵是精髓部队戈兰尼旅的队员，年纪拢是20几岁。 吉登港早起要伫咧耶路撒冷有名的西场参加宣誓就职仪式，前一暗伫咧市区参观休困。受伤的士兵其中有1个人送病时阵已经唔知影人，情形较严重，其他人是轻度到中度的伤势。因为代志发生的地点靠近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警方怀疑是巴勒斯坦人所做的，目前是以恐怖攻击的方向调查。圣城耶路撒冷长期以来拢是以巴冲突的重点。 无偌久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发表一份解决以巴争议的计划，认定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这违反国际共识，引起巴勒斯坦人的愤怒，局势也愈来愈紧张。以色列安全部队找过伫咧西花杰宁市，开枪射杀一位伫咧抗议行动中但汽油弹的17个巴勒斯坦少年，引起公愤。控制加沙走廊的激进组织哈马斯也希望巴勒斯坦人一当加强对抗以色列。 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等下过来，咱政府即摆已经禁止中国人来咱台湾，外国人只要是14天内捌去过中港澳的，嘛拢袂使来台湾。若是要对香港甲澳门转来咱台湾的台湾人，伊转来了后，就爱家己踮伫厝内隔离14天，拢袂使出来。 旅客拖行李来去，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严重，中国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28000例。台湾政府将中港澳列为同疫区，外籍人士只要14天内捌入境或者是住伫中港澳，爱暂慢入境。外籍人士呢，在14天之内入境或者是居住过中国大陆、香港或澳门，即使有特殊的原因。 我们的驻外管处也不再受理签证的申请。
考虑中国疫情严重，而且甲台湾往来密切，有中港澳旅游署的人爱居家检疫14天，未当外出。不过，若是有申请核准，到港澳回国人自主健康管理14天。我觉得这政策很好啊，这样可以保护大家每个人的安全啊。对。它会影响到就是你出国的时候选择的旅游地吗？如果没有因为工作上的考量的话，是会了。可能会选择其他国家吧。我觉得应时事吧，就是该怎么做怎么做，配合。另外，陆委会初6有新的规定，自初7开始暂停受理香港、澳门居民申请临时入境停留。不过，港澳人士初7以前已经摕到或者是有台湾有效出入境证件，入境了后必须居家检疫14天。我觉得也是没办法，为这个地方也有想一想，就是为这个地方好。如果真的要隔离就隔离吧。台湾民众大部分赞成，也表示会配合政府政策，除了工作以外，尽量避免去中国、香港甲澳门这所在。相关管制措施，政府也继续看疫情状况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咱观光局嘛宣布讲，对正开始到2月19停止旅行团去香港甲澳门佚佗。旅行业者有开记者会，讲真侪民众乡亲因为惊吓，除了这2个所在，其他所在嘛开始咧解除契约甲退团，所以算的观光损失可能会达到1200亿这么多。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对观光旅游业冲击愈来愈大，观光局各发布上新规定，要求即马开始到2月底暂停旅行社组团去港澳地区旅游。旅行工会全联会甲旅行品牌协会斗阵召开记者会，表示近期因为疫情惊吓引起相关解约退团问题愈来愈多。大陆地区的话取消，我们就适用旅游契约第14条，那旅行社会全额退费。但是呢，已经帮旅客办的一些像护照啊这些行政规费，或者有产生的一些必要费用，我们扣除，那余款会退还给客人。今天到2月底，他因为是我们官方有禁止组团的。这部分如果取消的话，那我们就回归适用旅游契约的第14条。事实上，疫情爆发了后，国际航空都陆续宣布取消两华航线。华航为2月初3起到22取消218个两华班次，中央2月份取消532个两华班次。等5月才开航新宇航空，2月初8到3月28澳门航班全部取消。虎航前一阵仔才宣布减班了后，初6佫宣布2月27到3月31的桃园、台中、高雄往澳门的航班全部取消。中营也佫宣布2月到4月要开航的米兰普吉岛航线确定延后。旅行工会全联会也估算，若是疫情佫继续烧3个月，会造成产业总财损1200亿。大概票务的部分就将近有100万人哦，那平均以一张机票以1万块来算的话，就将近100亿了。平均团费大概是在3万块左右，所以它的这个损失大概有300亿。入境每年1200万人次，平均少了160万，那平均起来大概是640亿啊。面对旅行业者的困境，交通部证实，部长林佳龙初6已经下令交通部甲观光局，赶伫这礼拜完成定数，协助业者提回暂停中国客来台甲暂停出团到中国旅游的贴付款，佮要求伫2月底前完成。记者综合报道。金门有一对翁某本地爱伫厝内隔24天，因说逃走出去，想要利用小三通登去中国的厦门，互人较烦恼小三通刚会变做防疫的空棚。你都签名了，你还不知道？你都已经签名了。一对翁某被港府人员检查，完未线，原本应该伫新北居家检疫的翁某，初6下晡坐飞机到金门，想要透过小三通坐船登去中国厦门，被移民署人员抓落，互人真烦恼。小三通恐惊真做防疫漏洞。发现他是2月2号入境，还有他也把他的居家隔离单加在护照里面。这对翁某1月初2为厦门入境金门，应该进行14天居家检疫。移民署人员通报机关处了后，将因送回台湾，因为违反居家检疫规定，后续由新北市裁罚。接着的处分是由新北这边来做处分。两人为什么会当拍走中央防疫中心指挥型手机建立居家检疫追踪系统？为什么无发挥作用？防疫漏洞有待调查。严正要求中央防疫指挥中心因应这个疫情的升高，来暂停小三通作为管制措施。
金门县府指出，小三通金门往厦门航班为逐工40班减回只剩8班，金门往返泉州为4班减到2班。金门县府观光处表示，受疫情升温加减班影响，金门小三通人数减少到逐工差不多1000人左右。尽管金门县府向中央发挥呼吁停驶小三通，不过当地正反意见无同，反对全面停航小三通，造成金门产业受冲击。金门县长杨定国表示，会研究相关补助措施，帮助业者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若伫桃园受死的爱隔离煞拍走的人，因拢是讲因出去食饭，无就是买物件，时间无介久，也毋过逃走出去，就是违法，就是毋对。对超商监视器画面看到2月15日下昼1:08分，有一个戴安全帽戴水暗的查某人出现。一位戴着咧样面的查某人，本来已经做居家检疫，则走去超商买物件。另外，伫咧平镇也有2个查甫人自中国旅游回来了，被要求居家检疫。但过伫这段期间，因的手机信号异常。本辖昨日傍晚及今日上午，分别有2名受居家检疫管制男子擅自离开住家。本分局接获防疫中心通报，立即派员前往查处。经查违规属实。平镇这2个查甫人经过调查，一个人出门时阵带查某囝去食饭，讲家己算唔到时间；另外一个人讲开车出去洗洗无落车，不过因离开厝就已经违法。因为违反了传染病第58条，那会依据第69条重罚15万元。另外，又有一位大陆配偶自浙江宁波返来台湾了，被送到桃园航空城隔离。本来伫找人就要登去高雄的徛家自主管理，不过伊煞家己走去高铁站，互警方抓来，怎么也会被罚？不配合的人其实是害人害己啦，那我们也会从严处分。伫崔市有居家检疫的民众违规离开厝的，将做第一位被罚15万的案例。伫崔啦，佫增加新的案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再一遍呼吁民众爱配合，若是地方里长找无人，一定爱报案。记者综合报道。喙暗即马真恶买，也过有人检举讲，新北市的新庄有一间药局内底在囤喙暗，去查落去真正发现讲，药局内底有买50万的喙暗，也过这喙暗拢无医疗许可。警方是通知这业者来做说明，业者坦白讲，喙暗是对中国进口的，也过细节讲袂清楚。药师向业者证回医疗喙暗，讲是台湾生产的，也过看起来敢若有问题。新北市新庄这间药房，互人检举喙暗的会员正充足。卫生局甲调查人员3号去稽查，发现库存的喙暗外包装无中文标示的 No.318喙暗239箱，47万8千片，也个 N95喙暗45箱22080片，这寡拢无医疗理货许可。外盒上面并没有写医疗用，所以我不能标榜是医疗用。但是它的网站上面有写，就是说在台湾制造医疗，然后它的型号是怎么样的。这个卫生机关的有疑虑的东西，那你卖给我，这样对我是不公平的，对消费者也是不公平的。药师讲，2月初2订20箱的喙暗，无想到讲业者山载将近300箱来，事后要联络业者已经联络袂到，伊讲也唔敢卖，已经请律师准备要告早起。检警是成立专案小组向上追查会员，查出工厂伫咧树林，查到 No.318喙暗94万4千片，N95喙暗2607070个。公司本身也不是政府所征收的这个厂商，这个是不是有预使用期限或是黑心的部分，我们在了解中。警方通知业者到案说明，讲喙暗是中国进口，甲官方产品介绍有出入，而且无法度提出医疗器材实力许可证明，进出口报单、产品说明书等证明文件，涉嫌违反药事法，无经过核准，属于犯违医疗器材规定。而且这寡来路不明的喙暗已经有一寡落入市面，医师公会讲上好是卖用。比如说它的材质是不是容易造成人的皮肤的过敏？那再像一般口罩，除了里面是无色以外，外面通常有一层有颜色的，那层有颜色的它会有一些染料，用的等级比较差，是不是会造成一些反正吸入肺，造成肺部的一些过敏反应，甚至是引起肺炎？检警即马继续追查业者喙暗的来源，也个拢消去倒位，对药房是毋是有涉嫌囤货，也个等待新北市政府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高雄市即马有提出纾困方案，包括都市机的贷款，还有替观光业者要争取减税、利息补贴这方案。高雄市长韩国瑜是望中央会当支持斗3天。那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是讲因想要提出相关的法案，不过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是认为讲即马钱应该放伫咧防疫这条。武汉肺炎疫情拖开，互观光等产业遭到冲击。国民党团考虑过去 SARS 爆发对民众生命甲经济造成真大冲击，想要比照 SARS 制定纾困条例，编列500亿特别预算纾困。未来将针对一片公务感染的人员补偿。不过，另外认为现阶段重点在防治，对立法无支持。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防疫做得对还是不对？那目前为止，我们的防疫全力在做。现在有这样的中国肺炎的这个状况，好，那未来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这个社会上的风险嘛？好，那其实可以通盘的来做这个检讨跟处理。这个防疫条例主要是资源的运用以及它的一些行政处分，可能更有效率。但是执政党不买单，那我们就暂缓吧。南亚对纾困条例渐慢推动立法，原定7次举行的公听会也暂停。不过高雄市政府是已宣布4大纾困计划来应应疫情冲击，对农渔产业影响外销，甲高雄银行参详纾困贷款。观光产业部分要替业者向中央争取税费减免、利息补贴等方案，公有市场大商持办单位使用费减半。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最终的数字大概是多少。市政府这边一定是尽最大的力量，就市政府既有的财源来帮助这些市民朋友，到最终一个统计数字完，看看到底有多少再说。原则上这边我们会全力以赴。韩国瑜承认经费无好有果，市府会为现有财源中尽量走总，不过也是需要中央支持，甚至动用市府地质预备金，市府会请专业人士进行财务计算。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明仔就是元宵啊！2020台湾灯会，明仔伫咧主题展览区后里园区卖点灯。为了防疫，交通局是表示讲，伫咧接送观光客巴士会加强消毒。那环保局嘛伫咧园区内底便所加一寡洗手的所在。台湾灯会防疫作战，爱民众会记得内外洗保4字考决。内就是密闭空间戴口罩，外是什么？户外口罩非必要。洗是勤洗手，多防护。报有异状速通报。敢若安尼，抑阁无够，台中市环保局加强店区内消毒清洁，18位流动便所嘛增加洗手的所在。只要上面有把手的，我们每半个小时我们就用酒精去把它给喷一喷。所以我们在流动厕所的附近，我们也增加了我们所谓的临时的洗手台。伫咧各店区的接驳公车，台中市交通局表示会加强定期消毒，甲宿员爱挂喙罨，不过要坐车的民众是无限制。他必须在这个工作过程里面要戴上口罩。事实上，我们可能在每一个接驳站点，我们都会准备相关这些清洁液。若是伫园区内底出现发烧的病人，除了向上近的医护站通报，台中市卫生局长表示，有疫区相关旅游史的人，会随照防疫 SOP 来做了后送病院隔离。不过，若是患者超过伊要安卡，是真恶防范。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健康民众回来的，因为那些人并没有强制不能够外出，所以也有可能那些人会有出现的可能了。但是如果你有旅游史，你又发烧又有呼吸道症状，那对不起，我们就通报1922。然后派出救护车，要按照标准的程序来走，然后把你送到隔离医院。针对台湾灯会防疫，民众是表示，会因为疫情唔敢出门，不过会落实自我保护。空旷的园区应该还好，对，那我们可能就是，如果人比较多，我们可能就自己口罩戴着。2月7日元宵这天，2020台湾灯会会伫后里灯区来开灯。主办单位除了欢迎民众来台中看灯会，嘛希望讲抑阁伫咧防疫健康自主管理的民众，先唔通来现场，透过网络直播，也是讲等14天到期，再来现场欣赏。记者综合报道。春天到位啊！当年4月份，少年家上界兴的，就是垦丁国家公园内底的音乐季、音乐活动。在上车迎的时，垦丁的音乐季、音乐活动一摆拢有10多场，不过即马规模愈来愈小，今年已经宣布讲要停办。街路冷冷清清，民俗路空的星期年过去，做袂打回，要人要出租。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屏东恒春半岛旅游真惨，连2个月以后的垦丁音乐季活动下都春宴，业者也决定停办。
观察到整个大环境，就是乐迷它的走向可能对于电音的支持度没那么高，然后需要一点转型。那另外就是也会考虑到说，整个假设是疫情的话，那目前状态不明。第初步派对节目是下岛春宴营办8年的卖点，业者烦恼疫情停办，不过其实每年是过春假的昆顶音乐季，今年也只剩这一场，因为今年业绩无好，无业者申请。场地的租金也有降哈，从20万降到15万。那还有开放一个场地，就是大湾游街区，本来是只有鹅銮鼻公园，但是都没有人来申请。昆顶音乐季起源是2名外国人，甲朋友小约春假到昆顶发表各自创作音乐，自称是春天呐喊，后来规模愈来愈大。2001年周边已经有电音等无同款音乐类型的派对同时举办。2006年，佮加入以主流音乐为主的音浪音乐节。2008，屏东县政府增加场地，予更较侪业者举办，称为昆顶音乐季。不过到旧年，春人甲春男拢离开昆顶，今年佮失去只剩的下岛春宴。当地业者烦恼昆顶游客更较少，差不多有也是在6、7成左右啊。今年有可能会更，要是没有举办活动的话会更惨。差不多有可能只有4、5成左右。都是大环境的事情，对啊，我们就是小摊贩，有人来就赚一些。不过，景观处表示，每年依然会开放场地，予业者申请。到时阵，音乐季是毋是会继续业者的评估市场？景观处是希望继续发展生态旅游，维持游客人数。记者综合报道。受武汉肺炎的影响，高中的篮球联赛 HBL 即马已经决定讲要照常比赛，也毋过无开放乡亲起来地加油。台湾的 HBL 高中篮球联赛就要进行8强赛，但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比赛未开放一般观众入场，要加油才看电视加网络转播。队资源里面含后备的大概是30个，那这30个参赛的人，我们到时候会用团进团出的方式来做处理。我们也在跟本部一再的沟通，看看是不是能够去争取到学校自己本身团体的应援团高准阳讲会争取参加比赛学校的加油团入场，但过也讲有困难。到2月底，所有室内办的学生联赛比较办理，户外是无受限制。要若是单项协会甲民间办的体育活动，有一寡已经取消或者是延期。3月底进行伫台湾办的20场国际比赛，有一半延期。譬如说万金石马拉松或是运动舞蹈，确实他们是全面禁止入境，所以是没有办法让他们参赛。中国大陆人士暂缓日台，无解禁进前袂用来比赛。伫咧女子骹球拳击奥运资格赛自武汉改换所在了，4月中要伫咧武汉办的羽球亚锦赛也会改所在。羽球协会讲，亚洲羽联伫2月中会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去中华河美的道东文教协会邀请日本界人士新出来写毛笔。写毛笔的老师是写一字空，健康的康，望讲武汉肺炎会当早一日过去，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若看这气势吼，你就知有练过哦。大啊大字健康的康这字，望经主年国泰民安，国人的身体拢健康。中华河美道东书院的毛笔老师组织做伙，写出对新的一年的祝福。本会的书法大师来执笔来挥毫现场哦。所有今年呢，由我们所共同选出的期待字是平安康的康。新春开笔是文艺界重要的传统活动。河美道东书院逐年伫咧新春的期间，拢会互会员竞出一个年度上界期待的字。今年逐年经健康的控制字，就望讲武汉肺炎的疫情会使量早控制掉咧，大家拢恢复健康。每一个来宾可以有随自己的意愿写出一个吉祥字，而且我们写完呢，我们赠送这一支笔给他带回家。道东书院毛笔老师表示，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写字的所在特别选伫咧空旷的地点，活动也较简单办。望参与的民众甲因内心祝福的语语写落来，望大家拢身体勇健、平安快乐。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查某的太空人克里斯提娜·科什伫咧台湾时间初6下晡，甲其他2个太空人返来地球因完成328天的太空任务，嘛创下查某连续伫咧太空上长的纪录。
去年3月14升空的克里斯提娜寇许，照例原本的任务期限伫咧9月就应该结束，不过伊家伫咧3月29进行的创历史纪录的专属性太空漫步，所以因为太空衫寸秋的问题转来前，针对头一届去入太空的创纪录，寇许伫咧登来地球进前的专访当中，期待未来有更较侪专门研究理工、数学等等领域的女性，会当甲伊同款有机会加入太空人的部分。We have a new astronaut selection period coming up, and recognizing that as that pipeline of women in STEM and other underrepresented folks in the STEM fields grows, we hope to then capitalize on that and bring that innovation and talent into the astronaut corps. 人类伫咧太空所爱面对上大无共的部分，就是伫咧无动力的状态之下，生活还佫有做工课。科学家己认为家己真老目，伫咧太空这款状况是佫较明显。They can float away without you even noticing. So little things like that. I jokingly say, "What's one thing I miss about gravity?" And I would say it's the ability to put things down because I really miss being able to just set things down on a table and not have them float away. 科学家伫太空点328天，生理上会发生什么款的变化，还佫等待未来检验。而且所有结果嘛会摕来做未来派遣太空人登陆月球或者是其他星球建立太空基地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墨西哥帝王蝶保育园区最近是发生讲保育人士死伫内底，有人认为讲这保育人士可能是因为阻挡山鸟鼠偷错茶，知识帮派才会互杀害。都有感觉黑色斑纹的正水的帝王蝶，每年冬天会自北美的美国甲加拿大飞正远到南方温暖的墨西哥米却肯州，伫咧遮过短暂的生活。为了要互因有够的栖地过冬施暖，墨西哥当地帝王蝶保育人士全力伫咧做责任计划，阻止非法做茶。因讲也敢若因为去挡到当地不法集团的利益被抬死。顶礼拜六就一位伫咧帝王蝶保育园区工作的导游失踪5天了，尸体伫咧园区的山坡顶互人发现，骹手有乌青，头有尖的物件撞过情形。顶个月29，还有另外一位更较早被通报失踪的保育人士，遗体伫咧园区内一个古井底被找到，头也被攻击的现象。No puede ser que gente que se dedica a labor social, gente que se dedica a proteger el medio ambiente, gente que se dedica a proteger la mariposa monarca, le estén pasando estas cosas. Con esta pérdida, no solamente nosotros los familiares perdemos un ser querido, el mundo entero, la mariposa monarca, los bosques, pierden un gran protector. 其中一位死者介绍讲，因为家人不伫失踪前接到威胁的通知，叫一寡保育人士唔通再保育森林。墨西哥这几年来已经几多遍传出环保人士被杀害消息。国际地产组织去年的一份报告就讲，2019年10月之前已经有12名环保人士被杀害。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5度。外岛是10度到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